我唔知影，我唔知太宗派是宋啥。太宗派，太宗派可能去宋朝啊，皇帝宋太宗哦，赵光义哦。即嘛是五世嘛，五世书嘛，你有看？啊，这是迄个拢有写。迄内底就本来就读录着啊，以前拢有录着啊，根本啊，拢录着，种是啊。感觉有太祖的。哦，太祖。太祖派敢有？你有知影有太宗派敢有？敢有印象有太宗派？迄宋朝的开国皇帝这宋太祖赵光义啦，赵光义啦。因小弟就赵光义啦吼。赵光义对啦。光明的光哦，义哦有情有义的义哦，赵光义就是宋太宗。太宗是啦。太宗派可能就是宋太宗的。太宗啦，太祖啦。有宋太祖赵匡胤。太宗赵光义啊，所以拢明明说着有的是迄个宋声歌的后代，有的是小弟的后代所以讲有太祖派有太宗派，这族谱已经有看到太宗派，是讲看会当看到太祖派，这有咧，这有写太宗派啦，呀，嘛太宗派哈，有就是这有关系啦。这太祖，头前看咧对后壁。这有做太祖的，有做太宗的。这宋朝开国皇帝就讲宋太宗，因小弟宋太宗，就光明的光哦，有情有义的义哦，光义，为王基王，迄就是袂皇帝敢一个嘛，剩咧做王安尼，这拢兄弟嘛所以这兄弟传落来的子孙嘛。对啊。阮的学生也讲，因的祖先是宋朝皇帝，佫真正有影。安尼这本族谱为准，真正。这伊看头前啦，你头前看，再来看对遮啦，安尼较好看啦。嘿啦，这是爱对安尼看啦，即摆伊也看你对，伊也摆落。你看拢有。迄赵德孝是咱的祖先咯，嘿嘿。你看，你看这拢是啊。这拢落来啊！安尼就讲历史上有一寡老人的名，安尼甲查看，敢是着，嘿嘿。对啊，这拢是啊。这安尼就知影咱的祖先啊。对啊，这拢是啊，这拢是。是啊。历史有一寡老人姓赵的哩。查看讲惊，这族谱关系安尼是啊。是啊，根本啊，安尼加较了解啊。看这拢是。太宗派吼。太宗派，魏王派，安尼算做照迄兄弟啊。11世，你有看11世、11世、13世、14世、15世。还佫注明。你看16世、17世、18世、19世、20世，注明干呢？注明清楚了对。11世、12世、13世、14世、25世。是。你看25世太长。到25世。25世啊，那长遐济啦。对。呀，现遮济啊，还佫有啦。25岁啊，现遐济啊，20岁，成功二主，讲二主两主啊，你无看？是，这四主啊。迄拢有注明偌济囝啊。拢有写较清清楚楚。对，好，感恩，准备。你，你帮忙遐济。你才有写讲你迄个晚祖啦吼，西祖啦吼，西祖晚祖啦吼。做官的呢？做东朝的官嘞，做甲官令就是做官长迄落个咧，遐敖咧，伊祖先佫做甲就个官令，做甲官长迄种遐大呀，袂歹诶，真敖人诶，祖先应该是读册诶敖人诶，佫做甲官长迄落位诶，即位诶，呀哈，顺祖、义祖、宣祖，咱诶祖先拢做官诶较济啊，祖五，太宗、魏王，对，而且你太祖废匡胤，赵匡胤啊，赵匡胤呢？你看宋太祖赵匡胤呢？安尼真诶啦，咱诶祖先诶宋朝皇帝，真诶，真开国皇帝赵匡胤宋太祖赵匡胤，是啊。写得足清楚诶。历史上，瑞穗文心节成功之名，后皇帝对，切，中央对，好。有啊，若是无清楚，太宗明小弟伫遮讲，阮咧读历史诶讲是迄个呢，光明诶光呢，阮读历史写诶光字是光明诶光呢，光明诶世界诶光呢。
嘿哦，啊义，公益，有情是公益啦，啊音就共款嘞，吼，嘿哦，啊你爱只光明光义啦，才有写咧啦，是啊对啊，嘿哦，光明光义啦，哦，阮历史读到的是光义啦，对啦，光明了迄个光义啦，吼，嘿哦，安尼，对，哦，感恩谢谢。佮写甲清清楚楚。哦，咱有注明的，嘿哦，含改名咱有注明的，哦，赞，啊，这